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康义，轻松一用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今天呢，在介绍作品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们办公室最近在流行的一个新的词汇，叫做婆宝。婆宝，阿婆的宝贝。对，就像我本人就是标准的婆宝，永远都是我阿婆心里面最电影下的那个小宝贝。小宝贝，来顺便跟大家复习一下客语哈。你先在复习客语之前，你先讲一下小宝贝，你刚怎么讲？小宝贝，你可以讲华语。小宝贝，你刚明明就小宝贝。有这样子吗？你刚明明对啊，那客家腔啊，你真的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真的是你看很地道的哈港，你有没有？你刚对啊，小宝贝。好了，赶快来学客语哈。哦，走对。刚刚说到那个可爱的客语就是电影下，就是得人喜。电影下啊，我好喜欢这个客家话，好可爱哦！得人喜，电影下，猛抽。那刚刚伊克莉姐姐最爱的小宝贝，小宝贝的客语要怎么说呢？四件腔，宝贝，小宝贝。哦，海陆腔，宝贝，小宝贝。很可爱的小宝贝，客语就是电影下嘅小宝贝。海陆腔。电影下盖小宝贝。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以前呢，每次睡觉的时候呢，我阿婆呢都会在我的床边唱着那首《某某大路上》，某某大路上，爱喺电影下嘅小宝贝。其实我听了蛮感动的。然后你知道吗？我阿婆呢一唱就是唱到我大学毕业，你知道吗？阿婆现在还会唱给你听吗？偶尔。很感人呢。对。那你的阿婆的宝贝也是蛮大的，年纪蛮成熟的。你说我吗？好了，以我的年纪确实应该要自称大宝贝，不是小宝贝了哦。不过呢，除了我是阿婆的大宝贝之外呢，像我呢就蛮喜欢看人家分享阿婆养的各种宠物哦。哦，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阿婆的宝贝，然后你是人类，那有很多婆宝不一样，所以你现在讲的是各种宠物，是不是？对，不管是什么猫猫啊、狗狗啊，阿婆呢一定都有办法把它们养的肥嘟嘟的、屁嘟嘟的。真劲真的耶！我就记得我看过那个网络的小短片啊，那个阿婆带那个孙子明天去买早餐，他就问说：“你要吃煎饺吗？”然后孙子说要，那你要几份？然后孙子说1份，然后那阿婆就说：“老板7份。”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就说：“那你要吃萝卜糕吗？”孙子就说：“不要。”然后那阿婆说：“不要，是不是？”老板4份。所以俗话说有一种饿叫做阿婆怕你饿，还有一种冷叫做阿婆觉得你冷。真的，阿婆心里的那把尺好像跟一般晚辈的认知都有一些某穷用不一样。那另外呢，跟阿婆有关的东西呢，没懂的也很多像是之前呢有一个广告，就是有一个孙女她骑着小车，我知道，然后不小心碾到阿婆的脚，然后就那边阿婆，我只是睡着了。那你怎么没有感觉？末梢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产生麻痹问题哦。哇塞，我觉得我们今天开场好像有点太开心哈。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场就要 cue 到阿婆嘞？因为阿婆真的是每一个家庭里面一直扮演着动宠饶改狗 C 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以阿婆为主角的作品哦。我们刚聊阿婆聊这么久，对不对？应该已经可以感受到阿婆的重要性了。不止在台湾。
亚洲地区的国家对阿婆也都有很特殊的情感哦。所以这不是台湾的专利哦。不是，不只是这样哦。我觉得阿婆真的很抢戏因为大家有听过国民阿婆这个词吧？有，一讲到国民阿婆像我们在台湾，我就会想到陈淑芳阿姨。真的耶。国民阿婆确实是形容资深女演员因为长期在剧中都走阿婆，深受到不同世代观众的喜爱。对，像是陈淑芳阿姨呢，她就在《孤味》还有《亲爱的房客》这2部电影里面，她是饰演阿婆嘛。对，更让她呢在同一年就抱了2座金马奖回家不得了。好，这是台湾的部分，对不对？对。你知道日本也有国民阿婆吗？日本的就树木希林那他晚年的时候就演了很多由日本名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可以说是是枝裕和导演的御用阿婆。不过说到韩国的国民阿婆，你会想到谁？韩国的话，我会想到我心中已经有画面了，尹汝贞。对，你懂劲呢，聪明我真的很喜欢她，她也算是我的偶像吧。她荣获奥斯卡女配角奖，是韩国史上体育界第一位抱走奥斯卡小金人的韩国演员哦。走，我也很崇拜她没想到我们的阿婆们可以这么 international Yes 不好意思现在就是一个阿婆当道的时代，我只能这么说。今晡日老大家分享安道母强的阿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不一样的阿婆，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来到客家人的阿婆，我们客家的阿婆也是很厉害很有特色的哦。没错像是呢我觉得客家阿婆他们有个很大的特色。什么？就是他们会有个惯用语有样那个一定要的真的很会我觉得客家阿婆要讲也是3天3夜都讲不完这声音怎么很像那个晚上在骑机车的声音3天3夜3更半夜叭叭叭叭叭叭嘞。好啦，算有一套。可惜工商社会时间宝贵，我们没有办法让阿凯翔唱3天3夜，我们也没有3天3夜的时间来到台高的分享我们的客家阿婆又给等一下。今天可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部以客家阿婆客家阿婆为主角的电视电影，叫做阿婆非死不可。阿婆居然给他非死不可。对，这名字真的蛮厉害的你用很阿婆去戏哦，很优秀哦。好的，这其实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作品相信大家从这个片名就看得出来，作品的表现手法也非常的奇幻同时呈现了重要的议题那这一部片呢，在去年的高雄电影节世界首映是由金钟奖最佳女主角杨丽英、金钟奖最佳男主角蓝伟华领衔主演，携手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张诗颖，以及入围金钟新人奖林思婷出演。真的非常的重金的阵容厉害！我不确定阿婆会不会喜欢我们这样。不过呢，赶快先来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阿婆非死不可呢？Let's talk。故事发生在台北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庭。故事发生在台北某个3代同堂的小家庭。阿婆春妹，孙阿飞桥，来爷阿福神，心求阿里顺，按多3人穷下黑。阿婆春妹、孙与慧乔、儿子福生与媳妇丽纯共居在一个屋檐下。一逢人接送因的生活太小事情就呀。这家人时常因为生活大小事引发摩擦，大三人对阿婆都有怪言，每个家庭成员都对于阿婆有所怨言。阿婆每伫大家按道的怪言当中，变得疑心太重。阿婆也在大家的怨声载道之中变得疑神疑鬼。开始知道顺风的人都将爱同佢开始用诶，开始觉得身边的人
好像都想害死自己。也按照电影讲的想法，同深度走私、天天飞球的同时也出现，有一日总算爆发出来。这些暗藏汹涌的意图和动机，随着慧乔的同事阿杰出现，终于引来爆发的那一天。阿婆，你死啦！阿婆，去死啦！哇，我觉得光听阿婆 Facebook 的剧情简介就觉得很有趣的吼，戏剧张力十足啊！没错，这部电影在各种层面上来说都是一部非常吸睛的作品哦。不只是片名让人印象深刻，更有2个很吸睛的亮点。首先，第一个亮点，这部片啊，不管是场景或是服装造型的美学风格，都打造出非常强烈的奇幻感。没错没错，像是呢，我就超级喜欢它的那个布景跟服装造型哦。以美术场景来说呢，像是阿婆的房间，你有印象吗？那个有啊，整面墙壁、整面窗帘的颜色都是什么颜色？缝自己。你刚刚不是说有啊？有啊，叫红彤彤的啊。我刚刚只是想要讲客语啊，缝唧唧哎，缝唧唧的。对，那柜子呢，整组都是什么颜色？绿色。恭喜你答对哈！好，吓死我了。那红色跟绿色，你看这强烈的对比色哈，看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里面才会出现的那种房子，有没有？对，很魔幻哈。对，另外呢，以服装来说，重点。阿婆她身上呢，常常也会穿搭很亮眼的颜色，超亮，像是亮黄色。亮绿色，对，的那个丝巾有没有？还有那个亮蓝色的毛衣，对，有过给它亮的，真的，一眼呢就能从整个布景当中给它跳脱出来。不管是布景啊还是服装的颜色都超级鲜艳饱满的，就好像是在看那个缤纷梦幻的法国电影一样。Bonjour, bonsoir, merci. 有法国感吗？有。糟糕，我们这样念，你好厉害哦！千万不要给法国人听到。croissant 是 croissant。等一下，为什么你每次念我的客语名字都念不出来，然后你这个 croissant 念得那么好？你名字很难念的啊 croissant 跟 croissant， 当然是 croissant 比较好念呐。哎呀，真的很有法国感哦 ，Bonjour。对。干嘛了？好，不要闹了，不要闹。这部片的导演确实是有参考了法国著名的浪漫喜剧电影《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风格。你有看过吼？有，这部超经典的。所以它不管是场景或者是演员服装，都常常运用到大块色块去做设计。不同颜色互相对照之下，那个视觉效果就变得很丰富了，也更加强了那种不太现实、很奇幻的感觉。没错。毕竟呢，我现实生活中呢认识的那个客家阿婆，好像就是蛮少穿的像春美阿婆一样 fashion， 都是比较是那种小碎花衬衫啊。小碎花衬衫很 fashion 好吗？我觉得那个很凉又很好穿，好不好？那该不会你家还有那种紫红色或是桃红色的羽绒外套吧？当然要啊 ，Of course，这是必备单品，好不好？好了，我们可以正经一点吗 ？OK。好，回到这部片呢，这个里面的春妹阿婆的造型真的是导演的巧思了，因为在故事剧情里啊，我们的春妹阿婆曾经是个有着法国留学梦的浪漫女孩儿。Croissant， 好 ，OK，Bonjour，OK，cool。所以呢，穿的衣服呢也都是走一个有点浮夸、有点缤纷的路线啦。不过讲到服装造型，除了春妹阿婆，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服装造型也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我知道，就是那位超级没有存在感的，然后每次出场呢都要先按铃的儿子阿福神。蒙丑，而且就是他。
而且他有泛音呢。对，我想让他停下来都没有办法。真的，他的服装造型刚好跟阿婆完全相反，颜色常常和家里的背景融为一体。我举个例哈，例如沙发是绿色的，他整个的服装也会是绿色的哦。他到了那个褐色的柜子前面啊，他的服装就会是褐色的哦。所以啊，你根本很难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直接融入背景。对，那这些服装上的细节其实都是暗示着福珍在家里面的地位。对，那他的地位呢？不用怀疑，就是最低的那一位。怎么有一种佛堂敲钟声很沉重的那种咚的感觉？原来按服务铃也有不同的那个情绪变化。是，这个儿子福生是家里面唯一弱势的男性，他不止讲话没人听，面对自己的妈妈和老婆，整天起冲突，也常常被卡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哇，真的很可怜，韩翠国，韩翠国，真的除了这个美术场景和服装造型吸睛之外啊，这部片还有第二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剧情里面藏了不少致敬经典的桥段。没错啊，如果呢你是很爱看电影的朋友们呢，在观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应该会蛮惊喜的。真的呢，不管是电影或其他的创作，通常会有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刻意采用或是重现某些经典片段，来表示自己对这些经典的敬意，而阿婆非死不可，也不例外。像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呢，就是阿婆啊，她在被家人追杀的那个情节。对，那一段呢，就是致敬了知名恐怖电影《鬼店》的经典场景。没错，正在追杀女主角的男主角，用刀子把房门劈出一个大洞。整个人的脸从破损的木门中探出头来，我现在不敢呼吸耶，露出扭曲的笑容。而女主角躲在门后墙壁，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就算呢你没有看过这个鬼店你为什么屏气凝神？我刚不敢呼吸。好，然后呢？应该也很常会在网络上的留言区看到大家把这个场景当成那个迷因梗图在使用。对啊，像是伊克莉姐姐，你看我怎样？你真的很会做鬼脸呢。这就是电影里面最经典的一幕啊！那在《阿婆非死不可》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蓝伟华他演绎这个版本哦。哎呦，厉害了！另外里面还有一幕啊，是阿婆想象他跟孙女慧乔两个人决斗的画面。可是你知道阿婆怎么叫慧乔吗？你说阿婆怎么叫慧乔吗？废乔哦，没有，他说不是，他说什么？废乔哦。差不多嘛，废桥。好 ，OK， 回到我们继续讲这个经典画面的致敬了哈。我刚刚是不是说阿婆想象她跟孙女废桥两个人决斗的画面？对，导演是用连环漫画的方式来呈现。废桥身上穿着李小龙的黄色功夫装，阿婆身上穿着全白的和服啊。这个对打场景其实就是电影《追杀比尔》很经典的一幕。对，那一幕超经典的就是乌玛舒曼跟刘玉玲在雪地中，像两位芭蕾舞者般以武士刀起舞决斗，到最后刘玉玲的头连皮带发被削掉，在纷飞的雪花中慢慢飞上半空，缓缓地落到地上，血迹溅射满地，与白雪成为明显的对比。那真的是东西方100年来影艺融合的最佳代表的画面啊！说的真好。等一下，我们这颗什么时候跑到你那边去啊？好想按铃。很有画面，真的。Okay, 对，那刚刚说了这么多精彩的决斗或是追杀的桥段但真正劲爆的要来了。注意哦！不管大家是看过了还是没有看过，接下来我要剧透了，各位，那就是不管祖孙决斗还是亲人追杀，其实都没真紧呢。我的天哪，我们剧透了啦，全讲出来了。对，刚刚那一句，如果你没有听懂客语话，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
都没真给呢。剧透了。好啦，其实呢，这些呢都只是阿婆因为罹患失智症而产生的幻想妄想。真正想杀死阿婆的不是她的任何一位家人，而是阿婆己气嘎他自己。我想说还是翻译一下好了。好这个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回来讨论一下我们的片名了。到底为什么阿婆非死不可呢？为什么呢？因为阿婆的生活其实过得很不快乐，怎么办？突然好感伤哦。长年以来呢，阿婆一直被自己的婚姻捆绑着，却又不敢轻易的离婚，所以呢，最后才会希望透过死亡来获得解脱与自由。那老实说呢，看到故事结尾的时候，我是很心疼春妹阿婆的。因为在剧情里面呢，可以看到阿婆一个人，她照顾小孩，打理家里，然后所有的责任呢都在阿婆一个人身上，是非常的辛苦。但阿公不但没有成为她的后盾，最后还外遇了。我天哪！那即使如此呢，春妹阿婆呢还是说什么都不肯离婚哦。甚至为了不愿意离婚这件事啊，在餐厅里面跟阿公大打出手。哇，那个画面就是互抓生菜往对方的脸上丢，真的。对不起，这个画面真的想到就很好笑。但是其实真的很难过哦。那明明呢这一辈子呢都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不愿意离婚呢？这就跟我们客家人的传统祭祀文化有关系了。我们的社会很重视传承与祭祀，是吧？你看我们每一年不是都会回去扫墓祭祖吗？那个祖塔里面还会摆放骨灰坛，那祖牌上面会写上过世亲人的名字，然后让后世来祭拜。但是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啊，不同性别的待遇其实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因为在父权社会里啊，只有男生才有资格传承香火，意思就是说，所以死后男生的名字就理所当然的被写在祖牌上，成为被后代祭拜的祖先神。那女生嘞，谁摸嘞？女生基本上是被宗族排除在外面的。这样说好了，阿奎兄，你清明节的时候有回家扫墓拜拜吧？你有印象祖牌上面写的都是谁的名字吧？这个我有印象基本上呢，只要是男生都会被写上去，是不是？然后甚至连那种刚出生的小堂弟啊，他的名字呢都已经刻在上面了。对，那我们来说说女生好不好？在这个制度底下，女生只会被家族当成是暂时性的成员，意思是说大家都会理所当然认为女生以后就是会结婚结婚之后就会帮夫家生小孩传宗接代所以就是夫家的人了名字就会刻在夫家的祖牌上所以原生家庭的祖牌上面就不会刻上女儿的名字。我们说像是呢，如果我没结婚的姑姑或是跟我同辈的姐妹，她们虽然姓氏都跟我一样，都姓张，对，可是呢，她们都不会被写在祖牌上面。好，你看到目前为止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那我问一下，离婚了怎么办？对不对？离婚就完了。怎么说？因为离婚就代表你已经不是夫家的人了。那当初嫁出去的时候又被视为离开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是夫家的人，也不是原生家庭的人，所以你也不能回去原生的宗族。又没有夫家，然后又没有原生的家族，那以后要去哪里？怎么办？就没地方去去路边，变成路边的孤魂野鬼。哇，所以呢，这个剧情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从春妹阿婆呢还没嫁人之前，她的妈妈呢就再三的叮咛，女生绝对不可以离婚，不可以，不然死后呢就会变成没人拜的孤魂野鬼，就是这原因。难怪每次都觉得台湾的鬼故事里面女鬼特别多，是这样子的原因吗？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不只是这样以前甚至会有人说亲生女儿不如孤魂野鬼什么意思？想知道你想想看，我们农历7月的时候会不会普渡拜好兄弟？会嘛另外像客家文化里面也有万应公义民爷这种孤魂祭祀，可是单身或离过婚的女生却没人拜因为她是路边的孤魂野鬼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待遇是不是比那些非亲非故的孤魂野鬼还不如？对啊，这样听起来真的蛮不公平的，是不是？那当然，其实随着时代不停的演进，现在大家的想法也都逐渐改变了。有些已婚女性会觉得
我都已经服侍夫家的公婆一辈子了，死后还要跟夫家住在一起，实在太辛苦了啊！那也有很多年轻人认为，以后也许越来越少人会按照习俗拜拜了啊，活在当下比较重要嘞。对，像我之前有滑那个 Trace 的时候啊，我看过网友讨论这件事情。对，那个文章底下呢，就是有年轻的网友，他们的回应也都蛮好笑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有人说，家族的神主牌里面住了那么多人，然后说不定呢还会遇到讨人厌的亲戚，然后住在里面呢一定又吵，然后又很痛苦，还不如去当那个孤魂野鬼。真的。那其实呢，我个人的想法呢，会跟戏里面的孙女费乔跟孙女费乔会比较像，会觉得与其在乎死后有没有人祭拜我，更想重视当下过得快不快乐。对，所以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现在不管是对于性别或是对于死后的想象，都已经开放很多了。春妹阿婆的想法就是受到父权社会制度的捆绑嘛，毕竟她这一辈子都被期许要成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儿，就算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已经逐渐不一样了，这种父权社会底下不能离婚的这个价值观，早就内化成为春妹阿婆自我审查的标准了。那其实呢，不只是春妹阿婆我觉得呢，就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还是会被父权体制的文化影响着。会像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做出一些不那么符合一般大众期待的行为，心里呢都还是会有点不安跟害怕的。真的要突破原有的框架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关于性别的议题小到女生去人家家里到底该不该主动洗碗，大到女生死后到底要何去何从，很多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断去思考的问题哦。没错，那说不定呢，春妹阿婆她想着想着，有一天就会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不用非死不可，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啊。对，台湾现在应该还是有不少长辈跟春妹阿婆一样啦，其实不是不少，我相信很多被过去的传统观念所束缚着啊。作为晚辈的我们，也别忘了有机会啊，就和身边的长辈大追顾聊聊天，不只是更深入了解长辈的生命故事和经验，同时也可以为长辈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某种改熊吧不一样的想法。相信不管是对我们或是对长辈，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哦。好啦，那今天呢介绍的就是阿婆 Facebook 阿婆客语是阿婆一系啦，对，阿婆一系。那除了呢阿婆，其他家族成员的客语呢，我们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要哦，马上来溜 ，Let's go。首先，孙女会桥，那孙女的四线腔怎么讲嘞？四线腔就是孙海陆腔顺对，那像我呢，就是婆宝本人嘛，对，就是我阿婆最疼爱的孙子，是，所以孙子的客语要怎么说呢？四线腔孙海陆腔顺儿。那接下来呢是可能整天会跟阿婆斗嘴的媳妇那媳妇的客语要怎么说呢？四线腔姓 Q 海陆腔姓 Q。 哎呦差点忘记那个剧里面还有一个存在感比宠物鼠还低的儿子。那这个儿子的客语要怎么说呢？四线腔来耶海陆腔来儿。他的标准的声音，对不对？听到这声音就想到他。对，既然学到儿子，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女儿的客语。女儿的客语就是四线腔莫耶海陆腔莫儿。有没有发现，只要是四线腔那个尾音就是 a 海陆腔就是很有趣儿子来耶来儿，女儿莫耶莫儿，是不是很有趣？你看，对，这样学起来就变很简单了而且一次可以学2种腔调哟。对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进阶一点的哈嘎法吼嘞。客家话里面其实有很多老古言语和师父话，都是跟阿婆有关系哦。这些师父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先还你先？好，那你先。好哦。老阿婆强来了，四线腔是老阿婆强来耶。好，直翻呢就是
老阿婆生儿子。哦，这个河洛语好像也有类似的说法，对不对？对对对，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形容一件事情难哦。好，我懂了，我们来试试看哈。我先哦，老阿婆强来了，难哦。老阿婆强来耶，难哦。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师父话。哎，这么大了还要生儿子，真的很困难，对，叫难哦，这样子。阿婆年纪这么大，还要他生儿子，会不会太平了哦？有一点哦。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句哈，刚好跟我们的剧情有点关系哦。那么我先可以吗？好，海陆腔，老阿婆带狗了，老阿婆带狗了。阿婆住在高楼上，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对，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以前的人呢，不像春妹阿婆，她家里有电梯可以搭，那没有电梯的话呢，是不是其实就很难移动？所以呢，这就是在形容进退两难的意思。那我们再讲一下哈，来，老阿婆带狗了，进退两难；老阿婆带狗了，进退两难。我们今天公斗改哈嘎阿婆啊，都太艰辛了啦！一下住高楼，一下要生孩子，甚至还介绍了一部《阿婆非死不可》，到底要把阿婆逼到什么程度？对，看样子呢，想要成为我们客家阿婆也不是很容易的哦。好的，那今天呢，分享了这部《阿婆非死不可》的作品，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收看一下哦，一定要哦，听说那今天的剧透客语就到这边，很拜见，张磊了，拜拜，拜拜。其实呢，我在录这集之前呢，有想说要先上网查一点资料然后结果发现我在这搜寻栏输入阿婆2个字，后面出来的搜寻建议都让人觉得肚子超饿的耶。是不是因为你平常都在搜寻吃的，所以才会推荐你这些关键字？不可能只有我 Google 搜寻记录看起来这么贪吃吧？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Google 推荐了哪些关键字给我齁。好，有这个阿婆铁蛋，有名啊。阿婆寿司，很有名耶。阿婆烤玉米，我怎么不知道？阿婆冬粉，这有。阿婆炒面，阿婆炒饭，好，阿婆鸡蛋糕，等等，阿婆冬阴功。再讲下去，我肚子都要饿了。什么是冬阴功？你是说那个泰国那个虾汤冬阴功是不是？什么时候找到一个冬阴功？是什么？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东西只要前面加上阿婆，都很像很好吃的样子。好了，那我们赶快去点外送了齁，受不了了，好饿。我加1。Let's go。